約翰福音5:24節用人講，耶穌講係講你真正相信我嘅話，相信上帝派我耶穌來到世間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唔會得到處罰，因為到我能夠帶你從呢個死亡帶你去上路。嗱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上帝派下嚟死在十字架，為了贖世間人類嘅錯嘅罪惡真道計，從滅亡嘅路，但是家得到永久生命嘅路，所以讓人自家相信耶穌基督係自家嘅上帝嚟到世間出世死在十字架。嗱，耶穌講本隆重人啲係講你相信我嘅話，相信上帝派我嚟，你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所以自家今日聽到呢個福音，自家謙卑嚟打開心，相信耶穌基督係上帝嚟到世間死在十字架，為了乜嘢？贖世界從罪惡呢個方面去帶自家。從呢暗罪，大自家去講；從呢死亡，大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。自家要謙卑嚟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。阿門。